乡亲啊，最近网络咧传讲，这个印度甲非洲因为病毒死真侪人，因拢是集体带尸体真残忍，过来附影片，这到底是真是假咧？来看咱的拍假特工队。 卡车顶载满大批遗体，当看到车顶的人一个一个甲踏入去深窟仔内面，煞来用土甲代理。非洲安尼处理新冠病毒死亡的人，直接带尸体，无处理病毒，医疗资源欠缺的非洲，敢真正有可能安尼做咧？ 咱将画面反向截图所查，影片是非洲尼日共和国的相关事件，是非洲上落伍的国家之一。到底是毋是因为内战，也毋知影。但是当确定的是，2019年2月7日就有这款的片段。甲2020年2月14日，非洲第一件新冠病毒疫情有真大的时间落差。另外，印度嘛开始流传类似的内容。 看印度上残忍嘛，得到新冠病毒感染者治袂好就换台，但是截图反收集网传的影片，出现时间是2018年3月，地点伫南美洲苏里南共和国，是当地洗刷金的民众甲矿业公司之间的冲突，并不是发生伫印度，嘛甲疫情无关系。最近的假信息影片真逼真，透过时空误导方式以假乱真，你只要截图放入去 Google 的以图搜图，或者是其他应用的软体，拢会当伫10秒找出答案。